我一個鼻咽癌晚期嘅患者，好慶幸咧，因為咧我3月份咧上到嚟復大醫院做咗個介入治療，做咗6次嘅介入治療咧，即係變咗我由我好危險嘅環境咧，到我而家踏入康復嘅階段啦，已經係呢次上嚟咧做咗個 PET scan 嘅出嚟嘅結果咧，係醫生同我都好滿意嘅，係因為90%嘅癌細胞咧應該都係清除晒㗎啦。仲有1點至2點嘅熒光，都唔確定係一定係癌細胞嚟嘅。但係咧，主診醫生咧，徐主任因為咧係驚之後咧有機會復發咧，呢2點咧就叫我做個 PD-1 加口服化療藥。呢次上嚟咧，我都營造咗2個獎牌咧，一個送俾徐主任，一個係送俾徐主任同埋佢嘅團隊，即係多謝佢哋。悉心嘅照顧復大嘅醫院啊，俾我重新嘅機會。我同個主診醫生講，我都喺個棺材窿裏邊俾你拉翻上嚟嘅。嗰陣時個癌症已經係令到我已經係由朝食止痛藥食到晚都係止唔到痛嘅，生活質素改善咗啦，個人由輕咗20 kg， 而家俾翻我瘦翻10 kg， 肥翻，視力係依家係慢慢係恢復翻嘅，有50%嘅視力翻嚟，咀嚼能力係比之前係好咗，起碼個面嘅三叉神經已經係冇話以前咧拉扯痛不停咁痛，依家已經係冇咗啦，即係有悶脹嘅感覺，已經係一路康復緊。PD-1 俾我感覺係冇乜副作用嘅，打咗落去基本上係唔覺係有咩特別嘅唔舒服。希望所有真係患鼻咽癌嘅患者唔好諗住鼻咽癌咧末期係冇得醫。嘅末期或者晚期亦都好大機會可以根治到完全康復嘅，因為咧我已經係有鼻咽癌3年之中咧一直係中藥加免疫細胞治療，但係都控制唔到。後來揾到復大醫院，唔用化療電療，即係用介入治療，已經將我鼻咽癌咧已經係治療好翻，有90%嘅結果出嚟。咁我點解拒絕後期我唔喺香港做任何治療咧？我當初咧，我22年我就話我要食中藥，用中醫治療。佢第一句同我講係咩咧？如果你食中藥就死緊，你唔做電療就實死。我覺得醫生咧基本上咧唔應該咁樣同病人溝通。最主要一樣嘢，我翻到嚟復大咧，因為我已經第6次入院啦，見到啲姑娘咧基本上就有個親切感，翻到嚟咧。個叔叔你翻嚟啦，即係醫生知道我翻嚟，第一時間會入房點樣狀態點樣會有咩唔舒服係俾你有一個親切感，即係我覺得咧有癌症咧3個可能會死法，第一個係嚇死，第二個係過度治療死，第3個先至係正正式式個病令到你死亡，所以咧大家發現呢個病嘅時間咧，最緊要用一個樂觀心情去面對，揾啱你正確嘅醫院同埋醫生，你一定係可以咧醫得翻好，同埋當一個慢性病同佢共存亦都可以嘅。所以咧，希望咧大家真係話鼻咽癌嘅患者咧，睇到呢段片咧，最緊要抱住一個樂觀嘅心情去面對你個病。癌症其實咧唔係一個絕症嚟嘅。係個慢性病，你當佢一個高血壓或者糖尿病嘅心態去長時間同佢治療、幫住或者覆診咧，基本上咧係可以生存得好好，個生活質素亦都可以好好嘅，唔好放棄，最緊要大家。